第5章，我看见坐宝座的正手中有册卷，内外拢写着字，用漆印封密。我阁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，大声宣传讲，有一位配开迄个册卷，掀开迄个漆印呢，伫天顶、地上、地底下，无有人会掀开会看迄个册卷，因为无配得掀开观看迄个册卷。我就大吼，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讲，毋免吼，看犹大支派中会使大卫的君，伊已经得胜，会掀开迄个册卷，掀开迄七印。我阁看见宝座甲4活物阁长老的中间，有羔羊徛伫，亲像是受抬过，有7角，7个目睭，就是上帝的7灵，奉差派去普天下。这个羔羊进前来，对坐宝座的正手来摕册卷。伊既然摕册卷，4活物甲24位长老就趴伫羔羊的面前，逐个摕琴，甲堆满香的金炉。这个香就是正信徒的祈祷。因唱新歌，讲：你配摕册卷，配掀开七印，因为你捌受抬，用家己的血，对逐族、逐方、逐民、逐国中买人来，叫因归伫上帝，搁叫因成做国民，做祭司，归伫上帝，伫地上执掌王权。我搁看见，搁听见，宝座甲活物甲长老的周围，有真多天使的声音，因的数目有千千万万，大声讲：捌受抬的羔羊，是配得权柄、丰富、智慧、能力、尊贵、荣耀、婀娜的。我搁听见，伫天顶、地上、地底下、沧海内，甲天地间一切所有受造的物，拢讲：但愿上赞、尊贵、荣耀、权柄，拢归乎坐宝座甲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4活物就讲：阿们。众长老也拍落敬拜。